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Channy。咁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一下8月份嘅行情，同埋咧咁嚟緊嘅每一個星期啦，我都會抽時間出嚟錄一下復盤視頻。咁今日咧就主要同大家講一下8月份嘅3隻標的啦，同埋視頻嘅最後啦，我會同大家介紹翻我哋方德今個月嚟緊有咩活動同埋獎賞，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。咁大家都可以睇到，從今年嘅2月份開始啦，咁恒生指數就最低跌到去22,500呢個點數，就跌咗6000幾個點。咁都可以睇到，由今年嘅7月份開始啦，就開始恒生指數就開始有翻一個向上嘅資金喺度探底嘅階段。咁都同大家講一下喺7月份裏邊，韓國、美國同埋包括 A 股啲標的，先後經歷咗去槓桿式嘅大幅調整。咁上半年咧一直喺度跌嘅港股就反而成為咗資金選擇嘅避險地方。咁韓股接連熔斷啦，咁資金就可能開始向港股方面切換。成個 AI 嘅產業趨勢係冇改變嘅，佢嘅需求仍然喺度快速增長緊，只不過係受制於 token 嘅替換同埋收入轉化嘅速度可能變慢咗，同埋咧外部嘅融資係仍然處於初期嘅，佢嘅資金來源同埋投資主體都未完全泡沫化。咁 AI 喺就業端嘅負面影響係少於對其投資嘅拉動作用。咁所以硬科技需要嘅係突破式嘅進展，同埋另一方面咧，我哋都可以睇到恒生科技嘅賠率已經相對突出嘅。咁我哋認為咧，下半年仍然港股係前低後高，8月份咧就仍然係一個反彈嘅窗口。喺 IPO 解禁之後咧，啲資金咧都會重新回流到相對有性價比呢度。我哋嘅核心觀點咧，就8月份喺港股方面仍然處於反彈嘅窗口，硬件技術破位之後咧，短期難有反轉，但係喺今個月大概率會反彈。不過相信好多人都有1347同埋981呢兩隻，但係大家要留意，佢哋有反彈，但係唔一定會有反轉，所以大家要注意下。咁同埋咧，喺大金融防禦性突顯，咁黃金新一輪行情就預熱緊。咁香港本土嘅銀行咧，就依然係今年嘅穩健之選。咁就推薦大家去關注下匯豐控股同埋中銀香港啦。同埋咧，都建議大家多啲去留意紫金、黃金國際。喺科技板塊，恒科咧就即將走出底部，硬件嘅反彈咧就箭在弦上。我哋可以睇到恒生科技嘅賠率已經係相對突出嘅。咁另一方面咧，AI 硬件嘅景氣度咧就未見頂。從韓國去槓桿嘅清進度層面嚟講，市場都仍然係有分歧嘅。不過整體嚟講，8月份超跌反彈嘅概率咧就比較大。咁大家可以關注一下南方恒生科技啦、阿里巴巴、美團同埋小米，仲有智普同埋 Minimax 呢啲。好似之前 Minimax 從1200幾點跌到去180左右，係非常之有性價比嘅。咁8月份喺呢度咧都有3隻標的係俾到大家嘅。咁其中一隻咧就係南方恒生科技，佢嘅核心邏輯咧有主要就3點，就係一咧就係25年嘅10月到而家佢嘅跌幅已經係超過40%嘅。咁超跌之後咧，恒生科技嘅賠率已經係相對突出嘅一個位置。咁第二個邏輯咧就係倉位低谷啦。
公募港股佢已經翻到去9月24號之前，咁仲有一個邏輯咧，就係軟硬切換嘅邏輯，佢嘅值博率係提升咗嘅。咁第二隻標的咧，俾到大家嘅就係紫金黃金國際259。喺市場參與者同埋波動率視覺之下咧，黃金喺4000美元呢個位置已經係啟動咗新一輪上升行情嘅基礎。同埋咧，第三隻標的咧就 Minimax。呢個就唔多講啦，就好似呢兩日佢一直喺度反覆咁。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。早兩日咧，我就同大家講咗港股，咁我哋今日都嚟講一下美股。8月份嘅美股策略係繼續維持偏多嘅判斷，佢嘅核心驅動咧就仍然嚟自於盈利上修，而唔係單純嘅估值擴張。喺企業遠期銷售增速同埋現金流回報率、資本開支預期同步改善，顯示美國嘅經濟仍然處於偏早期修復嘅階段。咁同時呢 AI 投資週期、數據中心建設同埋企業融資嘅需求係喺度持續擴張緊嘅。咁就通過訂單、信貸同埋資本市場活動，形成更加廣泛嘅乘數效應。我哋喺配置上呢，就可以考慮採取成長進攻、金融增強、防禦平衡嘅呢個組合結構。Google 係受益於雲業務嘅積壓訂單、AI 基礎設施投入同埋全站生態變現，佢適合作為大型科技中嘅核心配置。XLF 呢就受益於信貸回升、並購同埋投行業務復甦、資本回報改善同埋監管環境嘅邊際嘅放鬆，佢係具備較強嘅順週期彈性。咁與此同時，我哋可以配置 XLP，因為佢有穩定嘅現金流、低波動同埋剛性消費屬性，可以用嚟對沖科技同埋金融板塊可能出現嘅階段性波動。喺港股方面呢，就有三隻標的俾到大家。咁喺美股呢，我哋同時都有三隻標的係推薦俾大家嘅，可以去留意一下。咁第一隻標的就係 Google 啦，佢嘅廣告同埋雲業務雙輪驅動，搜索廣告基本盤係保持穩健嘅。Google Cloud 係持續高速增長嘅，可以為 Google同時提供穩定嘅現金流同埋較強嘅業績彈性。全站 AI 優勢加速兌現緊，佢有 Gemini 同埋自然嘅 TPU 雲平台及龐大嘅用戶入口，已經形成咗完整嘅 AI 生態。咁喺必需消費品板塊 ETF 呢，就可以睇 XLP。XLP 主要覆蓋食品飲料、日用品同埋必需品零售等低周期嘅行業，喺經濟放緩嘅階段係具備相對穩定嘅收入同埋現金流。當資金過度集中於 AI 同埋科技板塊嘅時候，XLP 可以憑藉住低波動、穩定分紅同埋較低嘅相關性，可以有效降低成個組合嘅整體風險。咁喺金融板塊嘅 ETF，大家都可以關注一下 XLF，佢嘅信貸加速同埋基本面都係強勁嘅，同埋今年市場都迎嚟超級 IPO 嘅落地催化，大家都可以關注一下呢一隻。我以上講到嘅三隻標的啦，咁大家都可以去關注一下美股嘅七巨頭，譬如話 Microsoft 嘅財報啦，都係非常之值得關注嘅。佢嘅總營收係去到900億美元，同埋 Meta 嘅財報啦，都係非常之值得大家去關注嘅。咁最後都同大家講一下，我哋方德今個月有咩活動啦。邀請一位朋友開戶同埋入金大於5萬
要流傳60日嘅話咧，就可以攞到1000蚊嘅現金券。咁福利二咧就係好友達標，10人就可以攞到2000蚊現金券，20人咧就可以攞到5000蚊嘅現金券。咁去到30人，咁你就可以攞到10000蚊嘅現金券。所以最後咧，最高係可以攞到14500嘅新客獎賞嘅。除咗舊客邀請朋友開會有獎勵之外咧，新客都會有獎賞。入金50000及以上咧，並且流傳60日，就可以攞到1000蚊嘅打新全年卡，同埋200蚊嘅現金交易券。滿足淨入金嘅條件咧，就可以攞到800蚊同埋800蚊現金券同埋800蚊嘅交易現金券，仲有可以攞到我哋價值1920蚊嘅量化工具啦，所以加埋就可以攞到4700蚊嘅新客獎賞，係非常之划算嘅。